台湾国的国民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咱讲台湾话，建台湾国。我是长毛。毋知大家伫生活中，若拄着不如意的事，敢会求神问卜咧？去庙里求签诗，跋杯问神明，还是去找算命先，看手相、面相，希望会当参透命运的无常，生活的答案。今日台湾鬼仔古就要交大家分享一个甲算命有关系的故事。足久进前，有一对兄妹仔，兄有娶一个某，因的家境毋是真好。兄妹一出世，就去人认为命中带煞，克死爸母。自安尼，阿嫂拄嫁过来的时，就真无介意伊，逐工拢咧甲零治，互一个五六岁的囡仔，逐工扫涂骹、洗碗，毋但爱煮饭、顾茶伙，着阁爱照顾厝内底一只猪母。若是无顺阿嫂的意，阿嫂就会甲拍、甲骂，无爱互伊食饭。暗时嘛，敢会使困伫咧灶骹。天一光，就爱随起来兄烧水。有一天，阿嫂精神，规个厝内拢找无小妹的人。当伊顺到灶骹，则看到小妹恬恬坐伫咧竹椅顶悬，灶炉仔内底的火已经要花咯。伊还阁叫是小妹咧落刀。当伸手要甲拍落的时，一磕，哎哟！才知影小妹规身躯冷冰冰，早就坐伫咧竹椅顶悬，死咯！哎呀！这声害啊啦！阿嫂心想，这若是去互知影，迄是爱去互掠去关呢，是要如何是好啦？归去，阿嫂心一念歹怀，就甲小妹仔的尸体抱到后壁的枝条，挖一个坑，抬起来。兄几啊工拢无看到因小妹，就甲阿嫂问，阿嫂嘛是甲讲无看到，毋知影小妹去倒位。后来，听讲迄个阿嫂定定会伫咧灶炉仔边，还是灶骹门边，看到小妹鬼魂坐伫遐，头摇来喊去，摇来啊喊去，嘛无偌久，阿嫂就因为心会不安，就安尼来破病咯。讲起来，伊阿姑毋是一个恶人有恶报的故事，毋过为遮咱通看到台湾人无参人计较的台湾性。随望伊阿姑是去互因阿嫂灵治来死的，伫伊变做鬼神了后，伊嘛无伫社会作乱，危害无辜的性命，颠倒是附身伫竹椅顶悬，替世人解说疑难杂症。逐年的正月15、3月初3、8月15日暗时，台湾人就会带着因厝内的查某囝，做伙来关伊阿姑。伫民俗台湾中所记，若要关伊阿姑，台湾人会伫竹椅顶悬插一支饭匙仔，用红布甲竹椅盖咧，
有诶所在是甲德语颠倒过来囥，佮用一支德箍仔甲穿过，煞来伫德语顶悬囥一个枪篮仔，再佮用红色诶衫甲德语砍掉咧，伫顶悬囥一寡像胭脂、白粉、果子、花、加刀、笑，还是镜，等一切拢准备好势，会有两个姑娘仔双手抓一边德语的骹，有诶所在会阁加一个姑娘仔带大家唱歌，来做伙招伊仔姑的成人。歌是安尼唱的：伊仔姑、伊仔姊，请恁姑姑来坐椅，坐椅顶问伊姓，若有姓，水桶头，扣3下来做姓，安尼甲唱落。若是伊仔姑若来，即时听讲伊仔就会感觉有人坐伫顶悬，煞落来就会使问伊仔姑各种的问题啊。伊仔姑伊会敲水桶来回答你的问题，比如讲，你若甲问讲你今年几岁？伊仔姑伊若是知影，伊就会哭水桶，哭到你的岁数。啊，若是你若甲问讲，什么时阵会使结婚？什么时阵会拄着好翁婿？囡仔姑伊嘛会照伊知影的答案，伫水桶顶悬哭声来回答你的问题，而且要注意哦。敢若有还袂结婚的姑娘，才会使来管伊仔姑；已经结婚的，也是囡仔，是袂使参加的哦。有人讲，敢若有还袂结婚的小姐，才会使管伊仔姑，是因为伊仔姑是靠因阿嫂能力来死的。所摆，若有结过婚的人，伊仔姑拢无欢迎，嘛毋准有结过婚的查某囡仔参加。若是有人想要创治伊仔姑，请来结过婚的查某囡仔，安尼伊仔姑就会捡伊惊着，随离开。迄德语就会静落来，袂阁震动咯。你看，这就是台湾的伊仔姑，遮尔啊古意。亲像伫日本，咱嘛有钱仙，通替人解说疑难杂症。毋过，若是处理了袂好势，钱仙就会附身伫甲请的人顶悬，若紧爱请法师做法，甲钱仙请走，
若当凡世性命就有危险咯。讲倒来，哪有像咱伊阿姑遮故意？若是甲惊着，还是处理了袂拄好，伊做就是学生害害，就做伊走，伊拢袂共害。咱台湾人的台湾性，就参像伊阿姑故意、老实，有困难就甲你斗相共，嘛袂想要共害。真正是台湾人的伊阿姑赞。伊阿姑的故事，咱讲到遮，无论是关伊阿姑，还是关四脚神，拢是过去台湾的囡仔定定会耍的民俗活动，真可惜，因为中华民国的市民经过政治甲教育，互咱渐渐袂记哩遮过去的历史，搁较害的，有人会认为民俗就是假咯。事实的，遮个民俗有咱土地的记忆，嘛有咱过去的台湾人对天地万物充满了尊敬的心。透过台湾几啊个的故事，互我长母甲大家台湾国民做伙来找找台湾的妖魔鬼怪，互咱知影过去的台湾人是安怎用因的目睭来看待这个世界，嘛互咱继续讲台湾话，建台湾国，大家平安出头天。多谢。